现代第一版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6章，关系关显帮赞信徒的代志，你嘛着照我甲加太的正教会所指示的去做。每礼拜的头一日，大人着照家己的收入摕一寡起来藏，才免我去恁遐的时才开始无管。我到位的时，会将介绍的批甲恁的关系交互恁为信任得的人，派因带去耶路撒冷。若是我嘛着去较好，因会甲我做伙去。我想要经过马其顿，按算经过马其顿了后，要去恁遐，大概会带恁遐。甲恁做伙过冬天，安尼无论要过去倒位，恁通送我出发。我无爱伫过路的时才顺续去看恁。主若允准，我毋茫甲恁带一阵仔。我会伫幼所带到五旬节。伫遮虽然有真侪反对的人，毋过门为我大开，通做有效果的工作。提摩太到位的时，恁着甲伊接待，互伊会当安心，因为伊甲我共款得做主的工。恁拢毋通看伊无去，着送伊平安离开，互伊通转来我遮，因为我伫听候伊甲遐兄弟做伙来。关系咱的兄弟阿波罗，我有极力劝伊甲其他的兄弟去访问恁，不过伊目前拢无按算要去。若有拄好机会，伊就会去。恁着警醒，信心徛在，着勇敢，着坚强。恁所做一切的代志，着用疼心去做。兄弟姊妹，恁捌事体烦恼一家的人，因是阿该阿省头一家归信基督的人，热心服务信徒。我劝恁着顺趁即款人，以及所有甲因做伙着外工作的人。事体烦恼，福多纳多甲阿该果来我遮，我真欢喜。恁无伫遮，因替恁来帮赞我。因互我甲恁平平得到激励，所以恁着敬重即款人。阿细阿省的正教会拢要甲恁请安。阿古拉甲比基拉以及伫因兜得聚会的教会，伫主的内面要热切甲恁请安。所有的兄弟姊妹拢要甲恁请安，恁着亲切互相请安。我保罗亲笔甲恁请安。若有人无听主，着受咒诅。主啊，请来！愿主耶稣的恩典甲恁同在。愿我的疼甲恁所有属基督耶稣的人同在。